你是竹？我是一组竹，你就是榴莲吧？我不给你发微信让你直接进去吗？我找了一下钥匙没找着，我看那什么地垫下面啊、花盆里边都没有，所以我就下来了。跟我走吧。我门就没锁，进来吧。平时我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要求，不要带男人回来。要约会啊，你就出去约会。关门。哦。有男朋友吗？没有。平时啊，不要吃我冰箱里的东西。回来晚了呢，就安静一点。洗完澡啊，要把地上的水都擦干净，不要几天不丢垃圾。呀，啊！你说过多少遍了，不要几天不丢垃圾。这里面还有榴莲壳，来来来，你闻闻，都臭死了，快熏晕我了。我也不给你扔。怎么了？没事，想干嘛干嘛吧，别吵到我就行。谢谢。哎，我有一个问题啊，就是咱俩之前都没有见过，你是怎么决定把这个房子租给我？你是第7个来找我的，我的幸运数字呢是7。还有啊，你给我的资料里面把你所有的身世写得非常的清楚，我投简历的时候都没写得这么清楚。哎。就是那为什么这个房间房租为什么这么便宜，对吧？因为你住的房间是我妈的房间，你可能偶尔会碰到她。嗯，那阿姨搬走啦？为什么要断书？又没带钥匙。最后一次我就不换鞋了啊，不换鞋了。哎，这是谁啊？啊，租客小易，隔壁段叔。啊，您好，您好。啊，你好，你好，来握一下手啊，都是邻居，有什么事情尽管吩咐，别客气啊。哎，好嘞，好嘞，谢谢您，谢谢。哎，你这么快就把你妈房间租出去了？嗯。啊，也好，免得触景伤情啊。我先过去了啊。别怕，他要是回来，也不是来找你的。哎，段叔，要不然你赔把钥匙放我们家吧，别隔三差五爬了。我早就说过，你嫂那小心眼，我都不说了，还是爬比较方便啊。哎，叔，你快下来吧，太危险了。没事儿，都爬几10次。危险什么？就是哎呦！哎，叔。榴莲，出事了！你妈突发心梗了，我们得去医院的路上，啊，你赶紧过来啊，情况不太好。人民医院啊！Now you're free. You got no more words to describe the sky of ours. No more words,
sky above us. Mm. 怎么样啊？还算走运，没有骨折，左膝盖脱臼，有些淤血。你是家属吧？交费去。那你给我交费？哎呀，怎么摔得这么严重啊？段叔从榴莲家阳台上摔下去的。你怎么会从榴莲家阳台摔下去啊？你问我呀？你把我钥匙拿走了，我怎么进家门？啊，那你就进他家的门啊？不是什么意思啊？之前一直很顺利的，今天怎么就失手了呢？哎，之前你到底去他家排几次了？行了，说话不是你怎么那么难听啊？再怎么说也是我把段叔送到医院的吧？哎呀，人家榴莲好心叫救护车把我送到医院，你快点谢谢人家。你快谢谢人家，谢谢啊。快点缴费啊！回家给刚刚还做饭呢。才是家属呗。谁要跟你抢家属？看什么看啊？我喜欢小鲜肉。旁边那女的谁啊？榴莲家租客。所有的邻居都不喜欢他们家人，你对他们真的挺好啊。我买了2张现代舞的票，你感兴趣吗？要钱吗？请你看，当见面礼物。那我隆重出席一下。什么地方啊？这隧道怎么这么长啊？你不会要把我卖了吧？你今天穿的跟这个场景好搭哦。对不起，我是一个演员。被人放鸽子了吧？嗯，你约的吗？应该是个男性。你怎么知道？你看这灯光就知道，跟主题酒店似的。我觉得吧，下次啊，就买2张电影票。你很懂男人。完全不懂，电影票便宜啊。我是觉得吧，看什么对于男人来说不重要。那你是不是觉得，约会的时候考虑自己喜欢什么更重要？你觉得呢？快开始了。这一刻，我感觉到自己无法控制的一步步走向舞池。充满生命力的东西，永远对我有着致命的吸引力。这是表演的一部分吧，行为艺术。这个世界不是不完美的，应该是用了布莱希特的渐离手法，让观众在某些时候跳离情境，反观自身。不，每一个瞬间，世界都是完美的。你这么说我就懂了，我觉得就是说，人生有高光的时刻，就有逃避的时刻。不，看到逃避到什么时候？所有的儿童都是潜在的老人，所有的婴儿在他身上都带着死亡，所有垂死的人